揀咗城志苑嘅業主係唔係頭痛緊點設計呢？我哋星心內設計已經針對城志苑嘅戶型做咗多款設計方案啦。如呢個469尺單位，入到廳有清爽感，廚房是主旨，仲要核心地區弱，我哋幫你一變就變，有上下收納櫃，盡量利用空間，色調亦分明。嚟到浴室，睇下點改，就同你做咗個直立式上下櫃，兩位加裝玻璃浴門。再行到大廳，將牆位盡用空間，變出大廳，似有自己空間，做咗好多飾物櫃，日日可以欣賞自己嘅收藏物。嚟到大房一角，又唔知點做，其實可以間開兩間房，子女都有自己空間，有舒適物櫃。再出返嚟大廳，去到另一間細房，經我哋設計變成有空間感嘅房。夫人嘅梳妝有豬籠，每日扮靚模咗。又出返嚟大廳，想象到我哋嘅設計真係好實用呢，快啲即刻搵我哋啦！